各位客家亲戚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单元来关心一个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今日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又在个宣布的，近比国内总共新增加19例对境外驶入来的确诊个案，近比呢国内无新增加本土感染个案。故昨年到以下为止，国内总共累计的病例数已经来到234例。香港内地28个确诊个案当中呢，有1位个案呢，夹到呢係啲英國到強已經好高，而家呢差唔多對3月22轉到台灣過後呢，以下總共有50人都已經確定測試到武漢肺炎嘅，亦有40人呢係啲健比確診嘅。嗰種呢指揮中心咪講呢，也算係一件啲境外學校都控嘅群體感染事件。喺度睇一下家下指揮中心同大家帶來說明。那這19個境外移入的個案。大概是7男12女，年齡介於10歲到60多歲，那基本上都是年輕人比較多了哈，因為大部分回來還是以年輕人居多。那裡面比較多就是222 222到225有4個人，這4個人是3月17號入境，3月21日確診，他們是在英國讀同一家的學校同一起就回來。好，那所以這還是一個校園的一個群聚。那麼呢，為了減少第三期都向大家群群的接觸，可能造成的感染風險，其指揮中心呢近比就特別有公布的一個發通的建議措施哦，就會講呢，啲駕駛幅度有130人卡價，韓國有啲室外空間有530人卡價發通，都建議為取消。唔過呢，就有人問到嘅，就係長期看天陽啲天陽沿導航，大家駕駛白錯就都難做到來控制到啲幅度130人卡價發通就要取消。按用的規則，韓國有下來前面嚟做假期就會到嘅，從大家去坐高鐵，韓國有去坐火車時節，按用嘅來減少同其他人嘅接觸咯。佢指揮官陳時中其中認為，講一條相關嘅業者就應該自家做好人數管制。電影院的困難應該比較少了哈。電影院基本上它沒話做，其實大部分的電影院如果沒話做之後，要超過100人也不容易。不過我們也是建議了哈。建議如果就是說它間隔沒有那麼遠的話，那就一場就不要賣超過100張的票嘛哈。那至於大型的飛機，那管理的還是跟原來一樣，好，希望大家上面能夠有戴口罩啦，相關的自我的防護，還沒有進行到坐飛機要限制它一定的一個就是說那個人數。那麼呢，早上地理發現諮詢的時節，就有立委調叫講一類從用航空談講有空服員可能測試到一類武漢肺炎嘅。針對呢個消息，其實指揮官陳時中佢冇正面回應咯。唔過呢，以下我繼續認為嘅講一類空服員會同眾多嘅人客來接觸，算係高風險族群。故此呢，南北駕駛證件有空服員亦都台中運輸、台中交通嘅相關人員有確診嘅時節，嘅指揮中心就應該同大家來做說明、來做提醒，好俾呢大家行得安心，而且係同所有民眾都有動態關係咯。針對呢個建議，嘅指揮中心未有回應呢，講相關嘅做法會再過來研究討論。以上呢就係28日客家新聞嘅有關疫情嘅相關消息，會繼續同來總報。